依然之声，少年人的闲语广播电台。您敢知影台湾上恐怖的鬼仔厝伫倒位？讲到台湾的鬼仔厝，大家应该拢知影家人林开俊洋楼，甲民雄老家古厝。较早呢，阁有时代鬼仔厝的讲法。这两间应该是上有名的鬼仔厝。毋过因为历史的考证愈来愈济，即马大家拢知影讲，迄敢若是无人咧整理的旧厝。历史上根本就无发生过啥物惨案。林开俊洋楼已经咧整修，无偌久呢，就会当甲大家见面。老家古厝即马嘛是观光的所在。其实遐是蠓较济过搞鬼，比鬼佫较歹。民雄的老家古厝，恁若详细甲看，其实做工真有路。根据老家后代讲法，迄当阵台湾拄好咧开这个冲冠山的铁路，这间厝是为着要占地理，才会来起甲遮大间。毋过因为遮伤偏僻，1929年厝起好了后，因老家呢1945年就搬走啊。规家伙住无20栋，留这间空厝，才会互人误会讲这间厝敢是有啥物恐怖的传说。有人讲呢是查某囡仔去互虐待，尾跳井自杀。嘛有人讲是日本兵因为伤过寂寞，竟然伫遮杀害家己的公推。因为老家的后代也搁伫咧，这一寡奇奇怪怪传说因就一个一个甲解破着对。根据附近国校的校史记载，战后呢是真正有军队捌伫附近的国校安营。听讲一个连长为着要甲这个民雄鬼仔厝闹鬼的传说甲拍破，伊就对这个窗仔门的乌影开枪，煞无细哩真正去互一个阿兵哥去互大弹死。这有可能是唯一有死过人的案件，嘛有可能是鬼仔厝甲鬼仔国的源头。毋过详细究竟是安怎？即马新闻已经找无，嘛已经无地通好问啊。鬼仔国的流传甲地区风俗有真大的关系。什么款的乡土风俗，就有什么款的故事。凡是成为日本时代甲白色恐怖时代，嘉义呢是一个真重要的所在，拢捌发生过足侪事件。鬼仔故呢才会遐尔济，因为拄好呢伫民雄隔壁的大拿乡，有一段流传百外冬，影响规个台湾的水鬼掠交替传说。大拿旧名是大埔拿。讲这个掠交替就是清朝时代有学一个陆屈沟。日日新报呢有记载讲，1916年的6月，一个叫做王看翠的人，因老母无爱互伊这个带这个细姨，伊就甲这个细姨呢投水自尽。王看翠死了后，讲一个放牛的囡仔，甲因老爸讲王看翠要找伊佚佗。结果无偌久，这个囡仔真正就淹死伫咧陆屈沟底。刷落来呢，阁有糖厂的这个员工嘛是死伫咧遮，愈死愈济，代志嘛愈变愈严重。糖厂的人呢，就赶紧采两块或者阿弥陀碑的一个石碑，踩伫沟边，讲要拜祭这个冤魂，请伊唔通过来掠交替。结果呢，发挥伫8月16号、17号这2天要开始的时阵，庄头呢安尼抬地倒洋，咧款拜拜，佮对台南请这个小罗天礼园要来搬去。结果灯火竟熊熊火去，火把嘛点袂倒，规庄头安尼乌暗暗，可疑就无法度来进行。过顶工，水沟内底竟然又搁添了几条冤魂，听讲是隔壁庄的人，毋知啥物缘故来遮跳水自杀。根据台湾日日新报的报道甲统计，讲糖厂伫遮开业5冬以来，
已经死了数十名社员甲使用人，讲超过一半拢是淹死伫鹿窟沟。到底因是跳沟自杀，还是真正有水鬼咧掠交替？无人知影。这件事件就参照1926年台南运河开通了后，足侪人专工去跳河自杀。尾来流传一句足有名的讲运河无坎过的俗语。伫大拿这边呢，就叫做鹿窟沟无坎过；那伫北部就是淡水河无坎过。其实甲老家古厝比起来，大拿水鬼的故事应该是较恐怖。参像电影《民雄鬼屋》，伊就用到这个背景来讲故事。阿弥陀比的故事其实嘛有足侪变体。有一个上有名阿弥陀比的故事，伊是发生伫布袋戏班内底。听讲有人毋知请某医布袋戏班，讲要去鹿窟沟做一病戏。班主呢，迄当阵是无想遐济，戏人光下就行。到位的时阵就开始搬戏，结果毋知是啥物缘故，明已经甲这个戏搬到要散去大咖的观众无要走。按传统来讲，观众若无走，戏就袂使有白煞。班主无法度，只好继续搬。啥物借东风啦，啥物借冰柜啦，一出搬过搁一出，观众毋走就是毋走。加在这个布袋戏班这款走江湖的，拢有二无七。班主就想着讲鹿窟沟是最有名这个水鬼掠交替所在。凡事伊是去当着这个水鬼请戏，即马心头就掠好定，甲戏咧做甲一个站头，伊赶紧换戏出，换一出三藏取经，将这个东三藏的戏翁举起来，出场念一句阿弥陀佛，那大咖的观众随无去，天嘛随甲变甲光光光，原来其实早就天光啊！这个叫做水鬼请戏的传说，是布袋戏班足有名的故事。虽然足侪所在拢有流传这个水鬼掠交替、水鬼请戏，不过真正较有名，而且有可能是源头，阁有一个阿弥陀比来做证据的，应该就是大拿鹿窟沟这边的故事。欢迎来到疑案之声少年人的嫌疑广告电台。这个节目呢是受到咱这个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补助的，咱是疑案办，我是董秘。头前恁应该有听到咱咧讲这个民雄鬼仔厝啊，佮有一寡嘉义的鬼仔古的这个部分啦。讲到这个民雄，讲到嘉义呢，咱就要请一个在地人，伊来讲。应该比我讲的搁较精彩，搁较恐怖。这个人呢，就是真卡人的团长嘉祥。大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嘉祥。你的创作甲你的这所有的故事，其实拢是对鬼仔国开始的吧？是啦，但是讲鬼仔国的话，对，对遮开始。但是对我来讲，因为我咧想讲要解说听到会看到这传说啦，好真正看入去各个物件，咩解说伊，佮有网络顶头的网络顶头的物件。我感觉一定有更较别种解说，应该讲别种解说。譬如讲，水鬼掠交替这些物件，大家应该对这有兴趣的。咱今仔讲大拿的嘛，对，大拿水鬼。对，你感觉有啥物无共款的解说？其实我感觉这个故事我上早听到的时候，甲迄个柳相士，我遐迄个青梅生柳相士有关系。伊迄人就是讲，你去找伊算命吼，伊就摕一个录音带，伊开始讲的时阵，就开录音带开始放，开始录音，讲了，伊那个录音带切掉，迄就是琴声停，生命也停安尼。我讲诶吼，迄柳相士因囝，尾也是阮学校诶。学务主任，伊就教阮公民课，
公民课阮拢无，阮公民课有教课本头顶爱讲嘛，讲了后开始讲因爸爸较早拄着代志，最好听，我最好听。你上恐怖的是啥物？大家拢爱知影上恐怖的。我感觉伊拢有小可款式，哦，袂讲要甲伊吓惊，伊就是讲因爸爸可能拄有啥物代志，啊，讲较早有人找爸爸来处理啥物代志。啊，伊就上早听到迄大拿迄个水鬼的故事嘛是阮迄个主人讲的。嘿，啊，伊就讲迄个。就是大拿较早迄个有一个水池，叫啥物记啊？嘿啊，又讲遐条条拢咧掠高铁，对，啊，可能敢日本时代诶，嘿，迄时阵讲敢每一档拢几啊个拢因为去掠高铁掠去，对。但是我感觉你会使对风水啦，风水，也是讲真正有啥物奇奇怪怪诶物件伫遐，啊嘛会使对迄个讲迄个经济诶生态，迄社会那个结构。啊，是安怎互伊做成安尼？我感觉拢有无办法解释，但是我家己我会感觉，敢若是经济即个状况，啊，迄个时阵迄个生态圈，迄个时阵你个规个所以讲是去掠鱼啊，无说你，可能嘛是零星失忆啊，零星失忆啊，感觉失忆，较失忆，啊都拄好有伫咧大逼甲跳落安尼，啊，因为比如讲我家己个有迄个南潭嘛。南潭水库，啊嘛有南潭嘛是有一寡人会去跳南潭对无？我到自我细汉到大汉，有迄个我拢无听过啥物大拿水鬼骨啊，拢无啊，是拢讲南潭。啊南潭咧拢咧讲迄都是下骹有大水鬼。哦，伤奇怪，这水库免水库嘛。啊，所以阮咧啉水鬼放尿，生活诶水，敢若无啥着，但是我就想讲。对我来讲，伊可能毋是水鬼，伊无意思。伊是往迄个所在，遐失忆人，啊生活袂过去诶人，想袂开诶人，伫遐伊可能有一个选择伫遐结束伫遐。啊，伊毋是鬼，你感觉伊毋是鬼？我感觉应该是讲，我毋是讲有鬼去掠高铁，是逐家拄着困难，啊伊感觉无法度过去，但是较来选择伫遮。啊，毋是讲真正有鬼，无人甲拖就对啦。嘿，可能是社会甲拖啦。社会甲拖。这个方面来看，其实是较安怎讲？这是较自卑吗？因为你若讲掠高铁，就敢若讲要甲人害，对，要甲人害。其实毋是甲人害，是伊去互这个社会害，对无？现在讲无毋对吧？嘿啊，对，去互社会害。另外一个，咱即个故事另外一个就是迄个民雄迄鬼仔厝你迄鬼仔厝，你细汉敢有去遐佚佗过？这个太有名诶！其实因对我来讲，毋是一个足恐怖诶所在。因为自我细汉开始，毋知公所还是县政府，就想讲要甲遐变做一个观光景点。啊，伊边仔佫有人咧开咖啡店。我毋知怎啊佫有无啦。敢若佫有？迄个时阵佫会请人伫内底咧游迄个巨之情。迄就听起来就贵诶呢。佫有街头艺人对吧？声听起来就贵诶。我感觉厉害迄个有音阶音准诶。对啊。我感觉迄个我看到算是白白。即摆我无看着啊。但是迄对我来讲，都毋是一个恐怖诶所在。但迄个几啊个拢会听着啦。自阮读国校诶时阵，读国校诶老师拢嘛会讲着啊。学校老师讲是讲了。叫你莫去啊？是讲伊讲伊家己当着诶代志。可能要用学生迄件会当专注上课啊。要去逐家咧讲543啦，逐家较精神着对。所以讲听着版本其实是佫无日本兵哦。上早听着版本就是迄个有迄个查某囡仔，那伫咧井内底，就内底，啊，都会索命着对啊，出现。上早就安尼尔，然后到尾啊，就愈大汉你就听愈来愈济无共款诶版本。迄个版本我感觉会趣味诶，拢无共款诶变化。比如讲日本后来听过日本军队嘛，日本军队内底，可能刚刚是拄着歹物啊，起笑，啊就互相扫射。尾后佫听着另外一个版本是日本统治结束啊，变做是国民政府来啊。国民政府诶军队到内底诶时阵，共款起笑，互相扫射。版本拢是讲，遐都是
透早去看，拢是军队拢已经过身去啊，拢互相扫射啊，讲迄有弹孔，我感觉迄无啥弹孔诶。哦，迄一定等于是大家抄来抄去啦，迄个故事听起来。迄个我感觉版本会变异，对，啊变异我感觉趣味，因为都反映讲迄个时代性诶问题。啊，无可能你日本时代上用讲国民政府诶军队来嘛，啊伊都还未出现啊。就是伫日本吼，因传统迄江户时代迄个鬼仔国内底有一个叫做闽武夫，闽就是迄个盘啊，迄个啊武夫就是厝，伊内底嘛是讲迄个就是一个嘛是一个查某囡仔，啊伊就无细伫甲迄主人因盘啊拍破，啊拍破了，伊就讲伊嘛无法度赔钱嘛，伊就散车啊，尾仔就要甲处罚，啊处罚了伊就跳井自杀，啊自杀了暗时伊就会有人若经过就会听到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啊伊就对迄井起来，就扑起来，啊就甲迄个盘啊拍破。哦，做输赢诶。其实这个故事有可能甲这个民雄鬼仔厝可能嘛有交叉着安尼，互相安尼。可能我感觉迄个故事诶完全有小可相像。系啊。而且我尾啊去查资料，啊甲看地方咧讲啥代志。其实迄因为是老家，其实老家诶古厝，叫迄刘龙炉。啊，老家诶古厝诶后人嘛拢伫啊，拢伊是对，因为迄个所在其较远迄个民雄诶街区。啊，因都尾啊，就是规家伙啊，日本国民政府来了后，因都搬去迄个民雄街区。因为迄个国民政府来了，甲日本时代那个税制无共款。对。啊，伊又感觉迄个税伤悬，哦，伊就继续住遐。哦，土地税无共款就对。哦，伊讲要拆了嘛有一个税。哦，啊，搁一个费用，啊，伊就想讲，规气就莫拆，要放遐。哦，放互烂，生蚊啊生鬼着对。啊，就讲我囥者尔，哪有变鬼仔厝？哦，原来是安尼，你看是毋是爱请着即个在地才知影讲，哦，原来有即站代。哎呀，无你看迄人拢安尼传来传去，拢是一寡五四三个。好，咱即集呢就差不多讲即个民雄的鬼故事、鬼仔讲吼，讲到遮。咱后一集呢，共款继续要请即个家常要来甲咱分享，就是讲伊即马吼，因为伊今年嘛有摕到迄个文化部的一寡补助，我拢有看，因为我嘛有咧名单顶头，我就知哦，即个人佫摕到钱啊，摕到钱迄无单紧，上重要是伊的作品会出来。对无？按就来问看卖讲伊即卖作品，伊即卖甲明年的作品，伊要啥物款的方向？安尼，咱后一集继续伫咱这个语言之声少年人的现语广告电台，咱过来空中再会。这是重大历史现语案件调查办公室，简称语言办，咱用各种现语案件。记录世界历史，记录台湾大大小小案件。后届咱继续空中相会。